大家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尤伯牧师。今天11月4号在家会主，我们要分享的是送葬的挽歌，要读以西结书19章1到14节。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树干着火，烧尽了枝子和果子，它不再有坚硬的枝子，可作王的权杖。这是一首挽歌，这首挽歌一直流传着。以西结书19章14节，经文在描述先知为犹大王朝做的哀歌。第一首哀歌是少壮狮子的哀歌，第二首是葡萄树的哀歌。联合国2758决议文满50周年，这是关于台湾的前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发布声明，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10月27号再次老调重弹，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无权参加联合国。我们来想一想，到底谁能决定我们台湾的未来呢？我们台湾的未来在谁的手中？是在中国吗？或者是有美国的协助，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未来？或者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来决定我们的未来？或者我们思想，我们人的未来，我们台湾的未来，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圣经记载，上帝要先知做2首哀歌，要来诉说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因着悖逆上帝而失去原本上帝要给他们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要来提醒我们，我们的未来在上帝掌握的手中。当知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舍命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救赎了我们，因着我们相信他，改变我们的未来。先知以狮子和葡萄树来比喻南国犹大的被掳和覆亡。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狮子的比喻。在以西结的时代，狮子是用来比喻皇室家族的，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比喻，那2只小狮子是象征着大卫王朝的后代。他们本来在上帝的应许底下成长治理，然而第1只小狮子在长大后却被钩子拉到埃及地去。这个代表犹大王约哈斯，他做王仅3个月，便被当时的埃及王埃及的法老王尼哥掳到埃及去。那我们看到第2只的狮子呢，也被勾住了，放在笼子里，并且被带到巴比伦王那里。这个也代表另外一位犹大王，相传是约雅斤，他的下场。他被掳到巴比伦后，从此再也不能踏上以色列的土地。第2个葡萄树的比喻呢，是当葡萄树得到充分的养分，便可以多结果子，满生枝子，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但昔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就如同得到充足养分的葡萄树，由上帝的看顾滋养，得结果子。但是后来呢，他们选择倚靠埃及的军事力量，
他们没有选择依靠上帝，所以呢，上帝就决定借着巴比伦的手来管教他，好像葡萄树被愤怒的手惩罚一样。当以色列民他们越想要脱离巴比伦的掌控，上帝却叫巴比伦攻陷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并且毁坏圣殿，让以色列民承受苦果。从本章的比喻来看，当人看重其他势力，想要以其他的势力来取代上帝的势力、上帝的力量，不再依靠上帝的时候，他的结局必定是悲惨。让我们以此为鉴，学习我们真的是要时时刻刻要依靠上帝哦，特别是面对这多变的世代，我们要多读上帝的话语，多听讲道信息，多多祷告，我们才能够更深刻明白上帝的心意，也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开启一条道路，让我们明白我们的未来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来默想，你认为你此时此刻对上帝的话语有多少的认识？你明白上帝的心意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原本我们是在黑暗权势的掌控之下，如今因着你的救赎，使我们脱离悲惨的命运，成为上帝的光明之子。祈求圣灵也感动督责我们，常常存着敬畏上帝的心，不背离上帝的心意。因为我们背离上帝的心意，就会失去上帝荣耀的同在。求主圣灵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我是尤伯牧师，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次再见。